電綠電是台灣即擺真重要的能源轉型的政策，以達成2050淨零排放為目標。阿鄉親啊，減愛會記哩半世紀以前開採到碳礦的年代，1960年代台灣碳礦的產量每一年高達500萬噸，大約佔能源供應量的60%。1970年代，經過讓台灣度過國際能源的危機，邁向到經濟起飛。但是，看起來輝煌的黃金時代，卻是濟工人佇土骹底坑道付出着青春、血汗甲目屎所換來的成果。1984年，海山炭礦、梅山炭礦甲海山1號坑小連續發生礦災，這三件重大的災變，總共有270個人死亡，佇台灣炭礦史上寫下慘痛的一頁。2000年，隨着最後4座的礦場宣告停工，經歷100年的黃金歲月，嘛加入到歷史。跨越無共的能源時代，台灣炭礦的過去甲現在，做伙來回看。可是，在六線道附近的礦工，則有嚴重的法治不合的現象。在我們那個3斜坑那裡爆炸了，我是在2斜坑做工啊。不可能看到什麼火了。來，門開。來啊，今麥來去入坑來啊！來看做炭的啊，看掘炭的啊，看做解收的啊，做龜尾的啊。腳步聲輕，伫咧暗濛濛的坑道，輕聲細練堂。這是伫咧橋世間人放袂記的礦工協奏曲。像這邊的石頭就很安全，有鐘乳石出來了嘛？有鐘乳出來，證明這邊很久都沒有捌打過來，才有鐘乳石才會用。伊是77歲周兆南，礦工攏叫伊好手手看，人生將近1甲7，攏伫咧看袂到天一個礦坑內底拼命，捌學過塗炭，嘛做過礦場領班，見證台灣的黃金歲月，捌為犧牲行到繁華落親。採訪小組跟對周兆南大兄重新做礦坑勘驗隊，走訪伫咧高東啊，1990年已經遠行無做的水杉本礦，壁倒烏坑的分者，看到礦工的心聲。這個是整個就是一個原始山洞嘛，然後就要用那個鑿岩機鑿洞，然後裝炸藥下去把它爆破出來，才會產生這一個礦坑的坑洞。我們台灣的煤礦就是它條件非常的好，用台語來形容煤層的高低，它有比較貼切。像60公分左右、50公分左右的，用台語用北，用爬的。那再矮一點就用酸呢。就是用酸的匍匐前進的，可是還有更薄的。我以前在10分寮那邊有個煤礦，它更薄，它大概只有10幾公分，所以那個台灣話就是用手，就是跟那個蚯蚓一樣用手。誰願意當礦工？你不敢想象，我14歲當礦工，無法度啊。阮爸爸嘛是礦工，阮老母嘛礦工，啊，阮爸爸受傷。14歲受傷，啊，休息2年不能工作，啊，我長子哎，所以我在讀基隆1中的時候就輟學，然後幫我媽媽當礦工。龜山本礦曾是全台產量最高的礦坑，一年平均年產量約有20-30萬噸。在30年前廢坑之後呢，如今只剩下幽暗與寂寥的隧道，見證過去這段輝煌的黑金歲月。一陣人家打真正50公尺，周大兄常常愛大家停腳步。看這岩盤脆弱啊。岩盤脆弱就會崩塌。說這個地方。對，像這個，真有可能還會再掉下來啊！你看上面那些。對，它有分裂，它隨時都會掉下來。礦坑內底暗藏致命危機，嚴陣綁落來引發流浪，是礦工的頭號殺手。我年輕的時候剛進煤礦的時候，老師傅會告訴你一句話：休息啊，你好，你有要光陰照。我自己在20幾歲有一次晚上，我在那爬的時候就聽到邊上很大聲的哈，就是在斷裂，然後你聽到地層在走動了。我很快的爬到主坑道，下來後面就癱掉了。烏土團工課環境真歹，買無苗嘛真緊，為了賺錢起飛，礦工用性命咧拼。根據統計，1946年到1993年之間，
全台灣攏總4209個人行破坑，就安尼去就無個動來。無死的真少都對啊，有一個講干你講，喂，這隔壁一個村頭的那個小弟哦，按撲一下呢，迄電梯升起來，我就講啊，這個死啊，偌只是死，你敢知？做頭一工哦，礦坑真危險。一個生死門頭前無做擺櫃的礦工，敢會當將性命交予天公地。真喘哈，真喘，真沒開啊！前面50公尺就是復興礦，到達這個地方，都會帽子脫起來，行李放着，然後跟土地公伯行一個禮。土地公伯啊，我要來做事啦，啊，你就要保庇我日期平安吼，互我命寄在你遮，互我下晝若轉來再來甲你領轉來吼。感謝土地公伯，感謝。這個儀式叫做什麼？祭命，寄命嘛，啥意思啊？安心嘛，入坑烏塗炭，性命剩一半，啊，剩一半嘛是要入去拼，所以入去做能不能出來不知道，所以我們會把命寄給土地公。2020年，同款成為礦工之初，董事長集團主唱吳永傑，就用隨風礦工低手的革命創作歌曲，一句一句唱出礦工艱苦的遭遇。我甲命行佇這，雖然風雨這麼大，就看手心連心做伙鬥陣行。我甲命行佇這，有我兄弟來作伴，這就是阮永遠的革命。這裡是台北縣土城鄉的海山煤礦，在下午1點55分的時候發生了嚴重的瓦斯爆炸。1984年6月20日，全台灣第2大礦海山礦坑，因為台車栓啊無插好勢，流落來弄到高壓電，引發炭粉爆炸，造成74人死亡，和台灣土炭業走向衰敗。災變的落盤處是在三協坑道的6片道，使7、8、9片坑道內工作的礦工全部受困。爆炸聲音我根本就沒聽到了，然後這個頭暈暈的，又感覺嘔吐，打電話過去，然後我們就監督打電話給我們說，那三協坑有爆炸事件了，我們才起來了。它那個一爆炸，大量的CO跑出來，跟着勁風下去，像我們毒魚一樣啊，在水源放一個下去，底下全部中。我們規定是坑裡面的一氧化碳 CO 不能超過50個 ppm。當時現場的一氧化碳有多重呢？有3000 ppm。下午1點30分，梅山煤礦右線第6片坑道的空氣壓縮機突然失火燃燒，120多名正在坑道內東西3、5、6、7片工作的礦工，因為火勢突然，全部受困。你們下去救呼吸困不困難？我們下去有，我們還沒有空防裡面去不能下去。沒有防啊，就煙太大嘛。計無到1個月，在新北市瑞豐的梅山煤礦，因為石頭綁落來，引發電線燒拍電，救防機房出火，將近130個人可能隨時無命。各位觀眾，現在記者所在的位置就是台北縣瑞芳梅山煤礦的災變現場。到目前為止，現在的時間是凌晨的12點57分。那麼，所有的災難救援小組仍然在不眠不休的工作。情形安怎？伊啊，即擺過去找啦，找要救活的，還有邊仔死的哦，難免才甲帶起來。啊，你拄要救起來，這個人吼，有活的無？無，攏死，攏昏落去啊，攏佇水底。高溫含高煙甲摻一氧化碳，煙坑道衝真緊，受困的礦工根本無地走。將規尾梅山礦災，攏總103人死亡，是史上上慘重的礦場事故。啊那事發原因竟然是人為所失。那本來有一個人在看守的，那個年代那個流行那個布袋戲啊，後來我們查，
他中午跑出來看布袋戲了，一看到有煙出來，完蛋了，才跑回去，來不及了。1984年，會當講是台灣炭礦史上上悲痛一年。七零線三件重大災變，打擊本土的土炭業。12月7號，在新北市三峽的海山一坑，佫一擺發生炭粉爆炸，讓土炭的產業發展行到緊繃。中午12點50分，95名礦工剛剛交班進坑不久，轟然一聲發生了災變。哦，這個會哭出來哦，講起來真的連續半年，煤礦池已經是挖到越來越深了，那困難度越來越高了，所以它發生那個災變好像有些是必然的，因為你已經挖到更艱困的地方。行道人爆災毀了，礦坑差不多攏叫崩到毀掉。第二兄弟前，各地礦工主動燒放盤，遭搜救隊到場指揮。不過現場亂糟糟，搶救的困難度真懸，冇人因為受傷在咧等人來救。一塌糊塗了，怎麼樣一塌糊塗？都完了，沒有看到那倒是已經不可能看到什麼火了。海山一坑我們去救援了，是第26天，說難聽一點是等於是早死。到坑口的時候，還沒有找到那些家屬是跪着跟我們拜託我們去幫他們把他們的親人找出來。現在想起來還會有點真的受不了。超過90位礦工掉在2000公尺深的土坑底，就算台車運起來是一具一具零自己的遺體，不過搜救人員無放棄任何希望。事發第4天，總算等到基石。周宗魯上午9點30分被救援小組證實生還的消息傳開後，立刻使海山一坑災變搶救中心及所有工作人員歡欣鼓舞。周宗魯除了有一點缺氧外，其他身體狀況良好。他神志清楚地向記者說明全部的逃生經過。那您在裡面怎麼樣生活呢？我都是吃人肉啊，割一個不能吃，割一個不能吃，割了第3個可以吃，吃看或者勉強可以吃。我就是在那裡就吃這個人肉維持生活嘛。受困礦工食藍白救生，讓人聽個會驚，甚至讓外界懷疑背景不單純。聽說是不是您是這個以前是做爆破的，是不是？不是，你們說是新聞記者啊，有的地方做的事我不願意給你們透露，說你做錯了都給我報錯了。搜救人員說根本連一隻蟑螂都爬不過去。是，他們也是跟我這麼講，而且說根本沒有人從這邊爬出來的個跡象。那會不會周宗魯記錯了，他爬出來的地方是從哪一個島上出來？有可能。伊是礦務局前副局長吳坤玉，負責海山一坑爆炸現場搜證勘查，不過這年來礦災主線被團到這馬也逃不開。爆炸中間找到一根那個支架，支架上就滿滿的就是那個銅片碎片，但是以我們開礦的立場來講，爆破不可能那麼多。最後的鑑定報告，火源不知道，這個是從台灣空前絕後的唯一的煤層爆炸，原因沒辦法完全鑑定出來。七零線三件重大礦災，讓270個人過往。1984年8月7日，行政院頒發台灣地區煤業政策，強調安全第一，輔導礦工專業，或者是資遣。同時，各大國際進口，台灣土炭業總會失去。如果現在給我選擇，我一定不會想當礦工。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情，你根本不曉得；會在哪裡發生什麼事情，你不曉得。2020年，台灣上尾4座礦場宣告停工。歷經8年的黃金歲月，將做歷史上尾一天。煤礦工人打了一場無聲的經濟戰爭，對這塊土地的貢獻不可謂不大，那可是相對對他的照顧反而是少到幾乎沒有。一張叫炭西的李歐的面目畫，捌是扛起台灣經濟奇蹟的無名英雄，因奉獻青春，甚至付出性命。歷史迄個時刻，咱袂當簡單放袂記哩。真濟礦工用性命拼出過去輝煌的黃金年代。